迄天要转去的时阵，车若像驶了特别慢，凡说是车顶所有的人拢超动啊。因为除了腹肚内还未消化的肉粽甲往来所以外，众人身躯拢有一粒便当、一包卤面，还佫有头壳内台南人的热情甲骄傲的印象。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当时有因见面，做伙食一粒饭咧。员工联络一个，斗阵食饭哈。见也听到有人安尼对我讲，我总是唔知影要安怎甲应。见面敢一定爱食饭？这是疑问。另外，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话通常应受的成分较悬，真正的心意较少。阮囝还细汉的时，有一摆带伊去踅街，无张持撞到一个以早熟识的朋友，伊敢若咧赶时间，讲无几句就赶紧要走，讲：连讲见面，食一粒饭，才阁好好啊讲下。阮囝想伊的背影，想无啥有，问我讲：你敢知影伊住伫倒？毋知。你敢有伊的电话？无呢。那安尼，你要安约食饭？这种随嘴讲出来空气话，总是互人感觉足假善。相对的，有一寡单纯用实物表达感情的诚意，颠倒特别互人难忘。几年前，转风车文教基金会推动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我是基金会董事之一，所以爱和其他的董事轮流去各地紹介，并且感谢迄场演出主要的关注人。嘛因为安尼，所以有幸伫无同的所在，也佫有无同的事物当中，感受到迄种真诚佮厚重的情谊。下记只有一摆演出的地点是伫新店的新埔。演出进前，当地连续落几落天大雨，希望演出迄天雨已经停啊。毋过场地状况真落，
观众席的涂骹规个拢是落瓜糜，摆好的椅仔强要拢搭落去烂土内面。吴董事，咱可能爱考虑一下。现场的行政小姐等一个问题，互我头壳摸咧烧。今仔日的场地对囡仔人来讲足无方便，等下天若暗，恐惊搁较危险。请吴董事决定，是毋是要取消演出？宣布取消是简单的代志，毋过对陆续来到现场的囡仔来讲，敢袂造成失望的打击。因为做囡仔时阵，咱拢嘛捌拄过受伤的代志，了解迄种遗憾的感觉。吴董事，我想一下。当咧顿地，雄雄看到两台卡车驶入来现场，后壁对一阵无共年岁查甫志工，因对卡车顶甲一卷一卷的篷布落落来，骹手没掠，甲2000几条已经摆好的椅仔拢刷去边啊，刷落来甲篷布一块一块铺伫涂骹，再搁甲2000几条的椅仔重新摆好势，较无一点真久。伊的场地就变甲完全无共款，又搁大山又搁平。辛苦辛苦，袂啦，小可代志尔。恁太有遮济布棚，附近的店家支援的啦，真甘心呢。安尼煞场了后，小遮布棚毋着愈较歪腰。迄无啥啦，恁都拢愿意来演戏，互囡仔看，这小可代志当然嘛应该互阮承担。戏才拄散场，大人搁一摆会合，将所有篷布收起来，拎去咧卡车顶。那遐的篷布拢过落个模样，连遐的人嘛强要规身躯过到全涂。这时阵，另外一台发财仔开过来，后壁对一阵妈妈太太，这个车顶落落来是几卡要咧浸水烟的大卡桶，现场虽探出一阵湿物的芳气。大卡桶内面底是日日笋卤三层、泡菜排骨汤甲炒面，一汤一菜一主食，简单佮实在。吴德燕，恁大家辛苦啊！这拢是阮社区妈妈家己款的，食一个啊只要咧，莫去嫌下啊。嘿啦，莫去嫌啦，大家趁烧，紧食。咱大家甲辛苦的社区妈妈感谢一下。免谢字啦，紧食紧食，嘿啦，趁烧。后来天又搁开始落沙沙啊雨，风有淡薄仔透，食到一半，才雄雄发现一阵查甫志工甲社区妈妈拢徛去外围，甲演员甲工作人员包伫中央。遮的风，阮都足惯势，替恁动一下，恁较袂遐尼冷啦。安尼哪会好势？袂啦，阮惯势啊，恁免烦恼，安心啊食吼。谢谢干妈妈，志工爸爸。到当，我还会记起遐尼好食的宵夜，也阁有迄暗迄款直透心内的温暖。啊，若食到上场的一摆，是伫台南的关庙。捌有朋友安尼形容台南人，讲无论因是台南倒一角是的，便若讲到台南的食米，
拢同款骄傲。我想，台南人对食物的骄傲，兼且是来自因对台南料理的自信。会记起迄摆演出当中，头先伫后台出现的是数量足惊人的往来酥，而且佮交代阮爱随食，因为是打出炉的。我甲恁讲，恁若食过这味的，其他所在的往来酥都毋免阁食。有影无影？你食看卖咧就知啊。啥款？有影无共，好食。嘿，毋是臭蛋的吼。土往来做的鸭，可能毋是介特别，毋过外口做到若像烧饼，确实是敢若关庙才食会着。5点外排练才打结束，几卡大装箱啊，红撒入去后台休困室。这什么物件？点心啦，阁有点心哦。若无食着这项，就袂使讲你有来过台南。安尼？到底是啥？内面是烧烫烫的肉粽，还阁有菜粽。哈，头拄仔食的往来酥，拢还袂消化呢。哎，甜落的甲咸落的无共味啦。紧嘞，小小好食，莫细腻啦。实在有芳，食。来哦，来食肉粽哦！你来哦，你来啊！来。虽然腹肚内往来酥还未消化掉，毋过迄种芳气甲滋味，实在互人挡袂牢。佮再讲，送肉粽来的人，目睭嘛咧金金上，还阁一直讲。啥款？这种粽才叫做肉粽对无？对。来哦，食便当哦！啊，足饱的吼，食袂起啊6点外，暗顿的便当送到位，叫要无人去摕来食。哪知戏才开始演无偌久，后壁空地啊驶入来一台货车，这摆落落来是煮食的鸡丝，还阁有一大堆菜。好，请这堆鸡丝，搁款遐济菜，是要煮啥？拍卤面，互恁做宵夜。搁有宵夜。哎嗨，食袂落呀啦！台南卤面是招台人客一定爱出的料理。搁再讲，来台南，太会使无食关庙的面。戏演煞了后，众人伫后台看一个拢硬去。目睭前是2大鼎咧唱水烟，材料澎湃的卤汁，桌顶是菜一堆，亲像山遐悬的面。食袂落呀啦！吼，一直食，下无饱到即阵哦。莫啰嗦，大家拢甲我食，食无完拢甲我包转去，有听到无？迄天要转去的时阵，车若像驶了特别慢，凡说是车顶所有的人拢超动啊。因为除了腹肚内还未消化的肉粽甲往来酥以外，众人身躯拢有一粒便当、一包卤面，也阁有头壳内台南人的热情甲骄傲的印象。若讲到到搭游玩感觉歹势，心内不安的一摆经验，是发生伫屏东一个驛贴的乡镇。凡事是因为所在伤驛贴，所以迄场演出对因来讲，袂输是年度的大代志。包括乡长在内一寡地方头人，差不多拢到位啊。演出进前，乡长就先预告要请所有的人食宵夜。孙娘，感谢执行长吴导演。
也顾咱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今仔日专工来到阮这个偏僻的草地所在演戏予村民看。为了要多谢各位的辛苦，一顺兄，乡长我有传宵夜要招待大家。多谢多谢。啊，各位报告，一顺兄，为了下暗的宵夜，这间餐厅用2-3天的时间咧款材料。搁特别甲关门的时间刷较晚咧，保证互大家食较欢喜，食较满意。餐厅里演出的场地无介远。散戏了后，大队人马用行，远远就看到迄个不知影兄目的看板，里面写“查甫人的加油站，查某人的美容院”。这平长有看到无？查甫人的加油站呢？你这阵啊遮尔辛苦，这顿爱好好补一下。导演这几工嘛改无闲啊，等下会记你加食过。回去恁某一定甲你拍婆啊，兼苦死啊！精彩普通，各种卤味切盘，刷入去上倒的是一大鼎中药味足重的烧汤。乡长徛起来，隆重宣布讲：“我来介绍一个，顺兄吼，这项是阮家最有名的手路菜，恁可能捌听过，不过我保证恁绝对毋捌食过。食过了后，我保证查甫的会勇，查某的会水。这项菜叫做水鸡鳝鱼髀。哦，这我知。”就是甲水鸡、鳝鱼和荸淋做伙落去炖啦，吼，这味的有影有补。只不过鼎罐掀开的时阵，雄有人哀出声，迄声音听得出来，绝对毋是欢喜，颠倒是忍伫心内，毋敢规个发作出来，紧张甲惊吓。阮这主导嘛共款，凡说是查某的较敏感，鼎罐一个掀开。行政经理就叫出来。阮大先看到的是铺伫鼎里的水鸡，遐个水鸡无剥皮，黑色插白色的脚甲脚趾头啊，若像渡水的人，一直想要亮出水面安尼，铺伫汤面顶。赞哦，你内行的哦。乡长应该是误会迄个叫声的意思，刷入去替每一个人拢敲一大碗。来，炭烧，大家用。多谢。来哟，炒饭。好佳在接线上刀的炒饭，大好解除爱玉的场面。哇，炒饭，好，炒饭。众人拢甲汤先下伫边仔，先食炒饭。乡长食无几喙，哪像雄想到什么代志，徛起来讲话。各位团员。我甲大家报告，顺兄，这盘炒饭非常的特殊。这间餐厅的头家，就是为了这盘炒饭的材料，无用2-3天咧。哦，这功夫哦，是什么材料？顺兄吼，这盘炒饭有一个足特别的名，叫做老鼠爱大米。乡长讲煞，餐厅的头家随捧一块粉红色的肉。一道一道电视红看，这是特别的鸟鼠，毋是一般厝内的哦，是山林，敢若食番薯、青菜、甲甘蔗根的参翅，是食素的就对啊啦，哈哈哈。头家话一个讲煞，全场拢点起，众人的动作差不多拢停落来，空气规个惊动，现场无话无句。大家拢唔知要安怎才好。来！基金会执行长毕竟是老江湖，一时徛起来讲：大家皮啊绑起来，
甲咱乡长甲阁有辛苦为咱准备遮尔特别的宵夜头家，感谢一下。将基尾名酒变成酒星，众人四界踅倒干杯，场面非常烧热。行政经理趁机会大声喊讲：桌顶的物件拢袂使剩，食无了的吼，拢甲包转去台包好。最后，乡长甲餐厅的头家伫门口甲阮一一握手告别，握手的力头把甜，满面笑容。下暗的宵夜食会下无？哦，赞！毋捌食过遮尔特别的料理。有影哦，真的，下暗的料理真正使人难忘啊！导演无去嫌啦。安尼，另桌一定爱过来互阮请哦。一定，多谢。多谢乡长，多谢乡长。只不过一直到即阵，我心内也是感觉难药。迄暗乡长是毋是早就已经看出阮的不安甲假善，只是藏伫心内无讲出来尔。今仔日的广播剧《腹肚饱，心嘛温暖》，难忘的在地温暖，是由吴念真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五档的市地刚演出，执行长林玉林演出，行政经理张玉文演出，团员群何伟霆、大培轩、魏宗盈演出，志工群林玉林、任成英、郭基莲、魏宗盈演出，朋友林玉林、魏宗仁、王家仁演出，志工妈妈吴家珍、郭基莲演出，后生苏信武演出，乡长罗家书演出，餐厅的头家郭仲坤演出，服务生任成英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图念林平君。我记忆当中上温暖的一道菜，就是我大概长去学日的时阵，桌顶一定会出现的一道菜，就是混蛋。其实，就只是豆油炒卵。做法非常的简单，实在嘛，敢若2项尔。讲实在的，非常的普通。毋过，为什么伊会是我记忆当中上温暖的一道菜呢？我想，是因为迄是阿公的爱吧。我头一摆开火，落去煮食的时阵，做的就是这道菜。为拍卵开始，阿公就一步一步甲我教，迄种幸福的感觉。到搭想起来，心肝头犹原是感觉真温暖。最近开始伫个休困的时间去台南做歌戏，真正去体会到南部人的热情。比如5日节要到啊，庙方
就传肉粽来。迄肉粽啊，澎湃佮无啥，迄数量毋才有惊人。一届演出前场后场加起来，就敢若12啊13个人尔。啊，毋过庙宇却传50人份100粒的肉粽来。我当时看到迄箱肉粽，有一种讲袂出来的感动。我逐届落去台南做戏的时阵，都毋免去烦恼讲会去枵着，因为头家娘逐工拢会请凉的，而且中昼顿、暗顿嘛拢传甲真澎湃。就算讲是叫便当，嘛会加煮几道菜，也是汤来甲阮斗加菜。逐届拢互我食甲足饱，佮足满足的。甲文章看完了后，才去定心去思考，才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遮多幸福，有真多代志可能你当时无发现，啊，毋过你后来去想，所发现心肝头是愈来愈温暖。平常时生活当中可能有足多无好的情绪，互阮感觉生活拢无咸无正，逐工拢做同款的代志，互人感觉生活就是足无聊的，拢无去发现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我非常的感谢，因为这届的活动看到吴念真导演的文章，互我去反思家己。你普通时就是家己无咸无正的生活，其实你详细甲看，是有真侪足美好的心意。嘛会当发现着讲，其实家己是足幸福的。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坐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同款非常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好，邀请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所以是咱台文系王伟进。大家好，我是伟进。第3位是咱艺术研究所的吴婉玲。大家好，我是婉玲。好，今仔日来到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鸿辉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感谢鸿辉老师透过网络连线现场甲咱指导。另外，还有其他2位台语老师甲咱提供翻译的参考哈。一位是咱台湾广册学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另外一位是台湾家市民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说来去，咱就来进行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他行色匆匆，没寒暄几句就急着要走。他行色匆匆，没寒暄几句就急着要走。好，来请讨论。伊雄雄讲几句话。伊雄雄讲无讲几句话，就赶要走。雄雄讲无讲几句话，就赶要走。安尼讲较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我是这个顺序无啥讲，我是讲伊敢若赶要离开，讲无几句就急要走。因为伊到底是真正有咧请安问好，还是无？咁就是讲伊咁真正是咧请安问好安尼啦。因为一般台迄个咱所谓寒暄，基本上是咧请安问好嘛。啊，我毋知影伊敢是有即个意思啦。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所以今仔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凌春老师。伊出外表情紧迫迫，请安。
无几句，就紧急要走。好，小老师甲寒暄讲或者请安。好，顺利起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伊真敢讲无两句啊，就是要走。好，甲咱同学翻的差无介济哈。好，互咱空中好朋友个同学做参考。顺利去第二个题目。当晚那股直抵心头的温暖，当晚那股直抵心头的温暖。好，请同学讨论。一个充满心头的温暖。那一个温暖，充满心頭。應該會得唔過。一份温暖，一種温暖。大美温暖充滿心頭。大美温暖充滿心頭呀。好，請洪偉老師指導。我是讲，反正讲今暝迄款直透心肝底的烧落，直透心肝底的烧落哈。好，感謝洪偉老師，順利起來聽其他兩位台語老師的講法，咱來聽蕭玲春老師。迄暗，迄個直透燙到心頭的溫暖。好，順利去吳希美老師。迄溫度燙去到心肝底。好，這題大家翻的攏差不多哈。好，順利去第三個題目。以一種類似溺水的人掙扎求生或求援的姿態伸出湯面。以一種類似溺水的人掙扎求生或求援的姿態伸出湯面。好，這個題目小可解釋一下，伊這是四腳湯，也就是青蛙湯哈。四腳落去煮湯，煮好了後捧出來，迄個四腳鋪佇咧湯的頂面。好，迄個畫面就對哈。好，這句要安怎翻較好勢？請同學討論。以一種那落水，是講溺水啊？對，飲水飲。剛唔是，溺水。以一種那要溺死的人，溺死哦，淹死的人下湯求生或救命的姿態，伸出湯面。這完全交換。後來請洪偉老師指導。我是講，用一款袂輸渡水的木手求生存，也求人鬥相共的姿勢，伸出湯面。好，這內底有講到一句溺水。溺水台語的講法就是渡水哈。好，順利去咱來聽蕭玲春老師的講法。用一種若像跋落水的人，滾量要求生，也是求援的姿態，伸出湯的頂面。好，順利去來聽吳希美老師。愛水加骹腿伸出來鋪佇水面，若像跋落水呢，在滾量。需要人甲救起來。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學做參考。順利去第四個題目。整個場面當下陷入一陣令人不知所措的沉默。整個場面當下陷入一陣令人不知所措的沉默。好，請討論。當廖瑞，廖瑞，加做點打，沉默一點。點睛，陷入加这，如果就变成就进入那个陷入。阵过场面就是一阵，互人唔知影要安怎办的点睛。好，唔知要安怎办的点睛，安尼讲敢好势，请洪偉老師指導。我是用讲规个场面一聲含入一陣，互人唔知要安怎的點睛。好，感謝洪偉老師，所以起來聽蕭玲春老師的講法。规个场面隨時含入一陣，互唔知要安怎才好的點睛。好，所以去吳希美老師。規間餐廳是點酒酒。無人知影要安怎翻譯。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學做參考。上尾一個題目。卸下來的是炊具和一大堆食材。卸下來的是炊具和一大堆食材。好，請討論。黑的，黑灰。落灰。
乐爱煮饭的器材哦，煮饭。灶头煮饭的米啊，搁一大堆食材。好，咱请洪伟老师指导。我感觉会当直接用下这字啦，因为伊咧讲下回吼，所以会当讲下落来的，下落来的是煮食的器具，还是讲煮食的家私，含一大堆食材。好，感谢洪伟老师，所以起来听小林春老师的讲法。下落来的是鼎话啊，甲一大堆料理的料。好，算入去吴希美老师有足侪煮食的家私，甲食物的料，为车顶搬落来。好，三位老师的翻译拢无啥共款，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上尾时间交互洪辉老师针对今仔日同学表现，甲咱做一个讲评。遮大家拢袂歹啊，这段压力大家拢讲了袂歹，我感觉。啊，就是做一寡事可能爱搁扣者啦吼，就亲像讲渡水，可能若进前较毋捌听过吼，渡水有无？啊，拄则迄个，我感觉家私也是器具拢会当用啦，因为器具其实日本时代就迄个台积书店就有收啊，所以其实是足久以前就有即个事啊，器具啊，家私当然是嘛是足口语，拢是讲工具的意思。啊，当然。若是要比较家私和器具的争差，你若要分较足有嘛，但讲工具跟器具是不是完全共？这会当个讨论啦。就是讲家私算较属于工具嘛，对吧？啊，到底工具和器具敢会当算共款？啊，这会当个讨论，我嘛无讲绝对的答案啦。是。以上。好，感谢洪辉老师，感谢三位成功大学的同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演志工的任成英，我嘛是演志工的郭基莲。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呢？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小的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到老热，请上咱们K电台详细了解。宵夜食会好无？哦，赞，毋捌食过遮尔特别的料理。你来食，这个华语的开发出来。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心意》，还有笑容，欢迎准时收听。啥款？这种粽才合作肉粽对无？对。吞袂落去，讲对。
谢谢干妈妈，谢谢干爸爸。没啦，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没事啦。跟起来，起来，免客气，免客气，免。甲恁讲，恁若食过这味的，其他所在的王牌酥都毋免搁食。有影无影？啊？影无影？哦，这臭味啊！真臭。影无影？要伊。莫啰嗦，大家拢甲我食，食无完的拢甲我包转去，有听到无？啊，好啦好啦，爱搁较歹哦，爱搁较歹哦。莫啰嗦，会伫遐大声哼一个，